来到西港区的分享店，会用发现这间庙的门口，甲平常咱所熟悉大部分的庙有淡薄无同。庙门的两边甲后边，除了有2对狮仔以外，阁因看到一对白石马。马上透过在地人来讲，互大家了解。这是因为阮以前的老辈传说是讲较早神明者拢囥伫祖厝内底，暗时拢有听到马仔声，有人看到讲哇，白马伫咧即个祖厝的后埕遐，伫遐咧行踏，所以因就认为讲这应该是神明的坐骑，咱就去请杯，讲这敢是神明的坐骑显现出来，叫神明甲陪神讲确实是安尼，所以就去调即2只石马。较早是伫咧祖厝即边，因为买手民国64年即个分享店建立完成了后，我甲伊刷过来遮。行入摆到庙的后边，颠倒完成的店内，会用看到3粒无同款的金狮头。伫大顶下的金狮灯是属于黄卡金的，配合着因所跳的北斗七星阵，所以金狮的面上咱拢会当看到以北斗七星的图作为装饰。就是城市迄个黄卡金就是咱讲的黄色的腰带。因为自古以来，咱武术馆就是拢传统，就是讲你爱师承，你是倒一个老师师傅教的，你就是爱延续伊的卡金有咱庄人较早因是咧经营迄庄仔窑的，陈连福老先生伊所鼓舞迄招募创立的。迄个时阵，因为经济玩真好啦，为着讲咱地方遮大庄头，你若无人无靠一阵武阵恐惊讲会去互人欺负。过来是讲每一届3年一考西港乡考，咱拢会到台南市的西路店去请圣王公。所以讲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因为过去较古早时代可能治安较无遐好，惊讲伫咧路上人会劫轿啦，也是讲会甲你出来甲你敲油要创啥货，所以需要武阵来互家己的庄头、家己的轿，才会成立即个金狮阵。另外，咱嘛会当看到颠倒万岁的生命牌顶面所刻印的烽火2字非常的特别。伊其中的意思就是希望在地间会用烽火互相来协调，互地上人间会用有好风日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